喂喂喂，呢度係文哥聊天室，過嚟傾下偈，吹下水，乜嘢都嚟噏一餐。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。今日6月2日早市收盤情況相當嚴峻，恒生指數開市競價已經顯示弱勢，低開246點，報23,043點，而早段跌幅進一步擴大，最終半日收市報22,778點，單日跌幅超過500點，跌幅達到2.24%。從技術走勢同資金流向分析，今日呢個下跌勢頭反映市場情緒相當謹慎，投資者明顯傾向沽出避險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星期五宣布鋼鐵關稅大幅調升至50%，呢個消息令到全球市場憂慮，關稅問題會進一步升溫。中美貿易談判亦都傳出因為稀土供應問題而出現停滯，呢啲因素都令到投資者對於環球經濟前景感到擔心。亞太區股市今朝早表現參差，日經指數半日跌551點或1.45%，澳洲股市亦有輕微下跌，整體反映出市場對貿易緊張局勢嘅憂慮。內地股市今日假期休市，缺乏北水資金支持，亦都係港股表現疲弱嘅原因之一。美股上個禮拜五收市，雖然道指有輕微上升，但納指同標普500指數都有下跌，費城半導體指數更大跌超過2%，呢啲都為今日港股開市帶嚟負面情緒。今日各大板塊幾乎全線下跌，表現最差嘅係內房股。龍湖集團大跌6.8%，係藍籌股中表現最差。潤地同中海外亦分別跌4.1%至到4.2%，反映市場對內房板塊信心不足。內銀股同樣表現疲弱，招商銀行跌3.5%，建設銀行跌3.1%，中國銀行同工商銀行亦各跌大約2.6%。金融股作為恒指重要組成部分，佢哋嘅下跌對指數造成明顯拖累。科技股方面，美團跌4.8%。快手跌3.7%，阿里巴巴跌3.2%，汽車股亦普遍受壓，比亞迪跌2.7%，理想汽車跌4.5%，主要係因為內地汽車價格戰引起監管關注。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反對價格戰。恒指成分股今日競價時段錄得50.09億港元嘅資金流走，拋貨比率達到55.89%。呢個數據顯示投資者明顯傾向沽出持股，市場情緒相當謹慎。恒指成分股入邊錄得資金流入嘅只有19隻，而錄得資金流出嘅就有64隻，流入對流出比率只有0.3:1。最大資金流入嘅係網易，競價時段流入7.03億港元。但最大資金流出嘅係阿里巴巴，流出20.89億港元。好啦，又到咗片尾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記住按 like 支持下，順手分享出去。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，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。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下次再同大家吹水，拜拜。